哦，我头就痛的啦，哎呦喂啊！是痛安怎啦？感冒？我啦，你行较慢的啦，我即马头咧摸咧烧啦，因为我甲阮某吼，阮结婚啊要1年啊啦，我就想要送伊礼物。啊，想讲送伊花阁出普通的，啊嘛袂使讲囥足久的，啊送伊迄种空手的花吼，我阁惊伊讲我无诚意，会甲我发气啊啦。真的哦。我唔知要送啥，我头痛啊，你帮我想一个啦。我想到啊呢，有一种哦足珍贵的，而且这个物件会用个囥足久的。过来哦，已经你要失团啊。要失团啊？系啊。是哦。因为这是你爱家己做的，有你的温度，阁有你满满的爱，而且这个物件哦独一无二的啦。安尼好，安尼我后世来幸福就交互你的手的。行，对我行。老师，我来啊！老师你好，欢迎。你好。第八，这位艺术家就是我要甲你介绍的，伊是从细汉到大汉，拢在研究这通草艺术的秀美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秀美老师。啊，但是伟你甲我讲要做这通草，要甲变花，啊，到底草，伊是花还是草？我真正不知我头就乱呢。这就是通草。就是伊。就是伊。啊，咱就是用伊内底的心，啊，甲伊的皮冲掉，用伊的心，然后甲心留做纸。变纸，用伊的纸来做花。哇，这通草看起来，我敢若定在路顶拢有看过。你若有介意爬山的人，在路边拢会看。莫怪咯，啊，但是这通草这历史敢有足久的嘛？还是伊珍贵的所在在倒位哦？已经在台湾已经有300年了，它真的很珍贵哦。300年？你拢唔捌听？我唔捌听。这样知啊，拄好想要送阮某吼，一项最重要的礼物，我感觉这会使手工落去做，啊，佫最有意义的。赞，好。老师，再麻烦你啊，无问题。拜托，甲阮教一个啦。哦，这样你看起来敢若是真的呢。做了有够像的呢。看倒一个较水。就同款啊。我甲恁讲吼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是做的。通草纸做的，这是我第一阮兜的花园版的。我真正目睭花的花呢，这下我看少看。你有感觉这个较水无？对啊，真的花会谢嘛？这做的花袂谢，永远就是遮水啊。这就是通草。对啦，有的搁较粗。像你看这个吼，这个就是还袂通出来，外口有茶，安尼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甲伊通出来。你看这内底就空的，咱就是用这个落去留做纸。伊是安怎变做安尼哈？迄古早有一种工具的，阮的草刀遮大支，一支刀安尼，慢慢写就对啊。对，安尼写，嘿，迄就是留好的纸。哇，是这哦。对，这就是哇，你无看？我拄食迄手势吼，伊安尼留，就是安尼，留做一张纸。这还有功夫呢。当然啦，你看这，敢人咧留菜头安尼。对。无怪你讲足珍贵的。对啊，足珍贵的啊！你要去看卖？没。好，教我安怎做？好。想讲这通草嘛是爱小干染色对无？有，但是有色吼，较听目啦。伊这是啥物色拢会用染出来吗？对，你要伫啥物色拢会使染。咱即马吼，咱要用的纸吼，一定爱先给丝毛淡哦，淡湿。是安那？安尼较袂破。爱互吸水者，对。对。普通时若是用纸吼，你若是去拄着淡，应该都破去啊。伊这是细胞，你冲的水吼，伊较有弹性。那敢若咱捂衫，是毋是爱喷一点仔水？这个用捂到烧去，甲捂落去，盖平。因为咱人有体温，所以呢，咱得用咱的手甲捂起来。来，我要开始啊，这紧张呢。要开始了。安尼，然后佫降落来，一练就好啊，轻啊。好。安尼甲。然后安尼随就，甲砍落来就好啊。安尼甲拗过来。冲水安尼，轻啊哦，嘿，小可冲水安尼圆，啊不，抓做圆安尼，嘿，轻的哦，轻啊哦，
伊这是你的掌上明珠哦，你袂使伤大粒，伤大粒伊就靠你看。我这敢会伤大包。有啊，你来看你的花包一个仔囝。哦，嗯，好，安尼用较细。嘿，安尼就大概就好啊。好，吼，然后咱拄则是毋是？是毋是安尼？是，剃线，嗯，然后冲一个 V，好，好，小小的0.5公分就好了。 V 对 V 高起来，哇，安尼小可安尼小可安尼塑形。这真正是祖先的智慧呢。那较早人哪会知影要安怎用？我甲你讲，家己摸出来哦。你安尼吼 ，V 你爱甲伊卡内底，该规拢你已经变做油啊，你毋是 V， V 啊较暗的吼。然后甲夹起来，哦，然后你看着剃线，你搁用一点仔甲包起来，互伊无看的剃线。剃线搁藏起来。对，像我安尼甲藏起来，嘿，安尼一円甲包起来，轻轻啊，好，啊，迄形状就敢若一个水滴形、水滴形安尼。OK 了吗？刚才一个水珠安尼，嘿，有一个水珠。然后呢，是三角形上长的，会得向你食，是安尼，安尼对不？宽的。嘿，一直甲更落来，哇，对。更好了哈。哦，然后咱拄啊，轻轻啊，一拎就好哦，轻轻啊，无等就破你看啊。好。你还想讲伊是傲岸的公主？哦，公主啦，阮某就是公主啦。老师，我安尼看起来啊，安怎？你的是扁扁，我的是尖尖，系对呢，吼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迄个角无做出来。哦，嘿好啊，这花用好啊。你看咱这花安尼 QQ 的就足水的啦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咱摕咱这线吼，来枕头啊夹，就一个点就甲安尼冲起来，然后甲扭起来。伊是弹性线，你爱从你的指甲爱去夹，啊，较弯就对。对，你就一个点，毋是安尼，敢若安尼，顶下安尼。一个点，迄个线就光在一个点顶管就好啊。好，啊，光差不多3-4日3-4日就 Q 起来，Q 用来甲 Q 起来。4日，所以嘛免拍角哦，伊就安尼。免啊，伊迄是弹性线。哦，啊，你这抽的吼，你就用夹刀夹修的，嘿。在线遮吼，甲运一寡迄个白膏啊，互伊较焦、较稳的。留一寡油啊，安尼连面甲。你会使搁较短，无你会伤变做伤大蒙啦。起头伫遮。啊，运一寡白膏啊，啊，在线遮吼，啊，搁顶管。我看到有哦，老师你看安尼有成吼？有啊，淡薄仔成哦。系啊，啊咱即马就甲黑咧，哇，安尼用回答，嘿，来，然后咱即马呢要来做花，嘿，啊，做花呢有啥物物件？你甲我讲一下，花内底有花蕊，这有花蕊，啊，搁有这花片嘛，啊，搁有这花托。对，咱已经甲这蕊花。甲分解了嘛，所以咱即马先来做这花蕊。我毋是互你做，这你爱加0.1公分的油啦，啊，阵仔会搁较油，搁较好。然后你爱加2/3就好，你莫全部加。2/3。无拢总加完。哦，都安尼加过去就对啊。系啊。哪油是哪好对？对。啊，等下较好练。会较成花蕊。有看无？我感觉在加这花蕊，我的目睭吼，要拍花。这个功夫真正是足油的。嘿，然后你加好了吼。加好。来，即马功夫才要开始，你手小可从头润，然后湿，安尼练，甲练。天生要之前迄线是爱拍角，就是安尼练。一片一片安尼啊，你几片安尼落去润，几片安尼润就对啦。安尼，头前爱尖。老师，你安尼看起来，你的头毛安尼足精髓，啊，我那乱七八糟。所以呢，你问的重点，你就是安尼连好
抽一下，哦，你连好啊，甲安尼轻轻啊，甲抽起来，轻轻啊哦。轻轻啊，嘿，你咱这样啊巧，你看你按一练就会响的咯，真高咧。你对阮伤好啊。然后，咱迄花蕊顶管是毋是黄黄？嗯，迄花粉对吧？嗯，然后咱就用这嘛是通彻哦，啊，这嘛同错，就是咱这白白这加落来吼，卡下，然后我就去抓，就去泥烧。我看要做什么花粉，所以咱今仔是用黄色的嘛，所以我就泥好，加通彻冲好打，然后再个抹好油，嘿，嘛袂无菜啦，袂啊哦，那逐项拢用会着啊拢。用会着。干那安尼点一就好啊。哦然后嘿嘿我即马有创的加，然后我就去花粉内底抹抹的。你有看？哦，哦，就是花蕊的。就是啊，有花粉啦对，嘿。嘿，嘿我若是芳，我就走来其食。实我感觉我真若摕出去，有影芳的内底。芳的啦，真的呢，叫你骗去。系啊美，术敢若真的，来，咱共款，即个嘛是冲差不多0.8公分，嗯，嘿，冲嘛是冲一个 V，搁一支，搁一支搞好，甲小叶叶好按，叶的，好，嘿，你的手敢若硬啊，甲叶掉的。压掉的，好，压掉啊，嘿，然后爱从加，爱甲变给啦，然后其他的所在呢，就用点的吼，爱形容一寡加，对啊，你我的头前，嘿，啊，刷甲卷起来。对，搁起来。所以你用这目睭还真好呢，是啊，我看你把手咁样拍干啊。我跟斗鸡眼啊，有够油的油啦，要做甲一模一样哦，还有技术啊，好，好，哇，会有成哦，哦，真厉害呢，哎，欸我刚刚咱从完咱就是甲饲的吼哦，甲应一个改吼应，节，你花唔是不是开起来？哦，有没有？是敢若开起来，哦，你用一点力安尼，安尼改伊得开起来，然后哦甲擦掉敢的，若水啊，会对啊会咧，哇，嘿水哈。对哦，好，来，甲咱即马来做副拌一蕊3片，一蕊三。爱一瓣一瓣迄甲加落去。老师，参像你这花蕊啊，若是要做甲敢若真诶共款，你平常时啊都会去观察，当然啦，才会花。因为大自然就是咱的老师啊。哦对不然后你啊教完吼，甲揢煲啊内底，就放伫煲啊内底，共款爱互伊安安尼淡湿淡的湿，对吼。好，然后呢，中心点对着就好啊。中心一定要毋是有一空。对哦，嘿，中心点对着好啊，毋免一班对一班。哦，嘿嘿免摆真济就对对了。对。自然安尼放的。嘿，然后呢，我凹，小可凹你头拄安怎凹无看到？凹，对折。对折，对折个对折。对折够对折啊，嘿，然后呢，咱就用咱的手，下骹买哦，是干那花瓣外口哦。然后安尼，安尼小可戳戳的，就是你看我遮拢无去甲叮当着，嘿，啊，干那从头啊尔有啊，头的所在，尾流有啊，即个花伊是干那尾流有表情，然后甲拍开，好好，嘿，豆啊哦，袂应该想出来就我对了直接想出来咯。好，会甲拆开，拆开嘿。一蕊一蕊，哇，安尼，哇，安尼哦。嘿，哦，安尼，这安尼看起来就较活，有啊，你无感觉？吼，就像的对啊吼，对啊，真像诶！这好做啥物物件？这敢若是迄乐器迄，叫做圆球棒。啊，这主要是要创啥？咱即马就是要来有即个花瓣，找较深色的做内底，揢你手的中哇！这放落了，真正变一个花的迄形，迄形吼，形拢走出来。嘿，花愈来愈开嘛，哈，所以上内底迄缘你爱做较凹的。哦，好，三蕊拢好啊，哈，好，哦，嘿，好，咱就揢一点仔加哈，好，揢这只，然后好，来，你倒一瓣要做内底，倒一瓣哦，这瓣，好，你就安尼，哇，我感觉这上好耍。
是甲吼。插入去。好，就是不要卖超价这回毛，你无安尼甲冲出去，啊轻轻啊，哦来，我这个硬互你，第二沿的加，就下伫第一沿的后壁，然后你第二沿吼，你就甲错位哦，花瓣唔好甲对齐，对齐安尼看呆戆戆，是，嘿。啊，第三班甲第二班同款，哎，你看。安怎做就是安怎水，对，因为这原本的材料是好的，对就好的物你件。看安尼，这顶管会使放一寡迄种精油呗。会使。然后伊迄个香味吼，会维持啊足久的哦，因为伊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，甲吸落去，规年拢有迄个味。安尼缩起来就使一蕊花安尼。有啊，而且佫用一个花干呐，对，安尼放起来，哦，迄感觉都无共款啊，气质都无共系吼。啊，放在桌顶啊，哇，最好看。喂，嘿，你看我这落角过有水无？哦，袂歹呢，足好看诶。对啊，这足侪品种的呢。我真正足够种甲你看生甲遮济，哦，子孙满堂。看袂出来呢，你真厉害。对啊，我特别有准备这啦。这我进前吼去海边啊，有时阵有开放这个时间，你就会使去捡这茶头。花市吼，足侪人拢摆安尼，按来放伫咧厝足好看呢。对啊，规个价值拢起来。系啊。所以我今日有特别找一个老师吼，叫伊教咱安怎拔这拔过。哦，你要放伫咧厝的就对啊。放伫咧厝的，啊放一段时间了，我才卖人。哈？卖你？要卖人啊？卖我？对啊，我知你咧。你嘛拜托一下你。这足好赚的啦，紧咱来拔看卖。一般老师，你为什么看不天使？老师你好，你好。我看伊足专心的在帮我准备材料啊，对啊。哇，你今日炸什么物件来？我炸的就是这啦，野菇啦，啊，还有这爪蛙、生绿龙啊。哦，真水呢。对啊，质量袂歹吼，真的青脆，真青脆。真好吃。对啊，最厉害。子孙满堂呢。哦，所以是生就做出来了。啊，想讲吼，我有家己炸这茶。哎，伊家己去扣的啦，最厉害吼。哇，家己去扣的，哦，这个特别水呢。然后你来甲看卖一下，台湾的感觉。哦，你足用心的。想讲吼，这若甲拔去吼，迄价值搁较有哦。好，安尼会使哦，小弟咱来试看卖。咱今日来做这水滴球，水滴球就这啦。哎，用这是其中一个材料，这算是水草的对啊。哎，水草。水草的一种哦。对哦，你看我今日帮你准备像安尼综合的，嘛是会使。这嘛会使用这水草会来拔。使哦，这嘛应该把做一个球就对啊。会使。但是我看这是土呢。但是咱甲头提起来了，用这水草甲包起来，安尼就手啊白白的就真水啊。哦，这种的我做的足济呢。小弟咱来试看卖。好啊好。啊，头前咱该甲水滴哦用好淡安尼。是安怎的？你家己用好淡哈？因为这拄啊开始啊，搭变做伊无好集中在一起。哦，所以啊，伊若搭就无法度黏做一个球就对啦。啊，差不多用啊偌淡，比如讲爱黏出水嘛。哎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啊，你咧黏的时阵哦，发现中啊有像安尼手机啊，嘛会使甲摕出来，安尼较袂去用到手。内底有加一寡较粗的。对，较粗的物件甲摕起来，安
尼就好啊。所以讲老师，亲像这种水草啊，我唔是讲我亲像伫咧路边啊，看到草啊，来捡捡的都很有用啊。咱咱是去专业的迄个园艺的店买。因为我这张吼细粒啊，我想要用偌济啊？安尼差不多，差不多你一个棍头，差不多，嘿，一个棍头母安尼。啊，你用插口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是，小等下咱会使用这螺丝甲固定衫的位，安尼绑起来会较水，是伊的形会较水。用螺丝安尼甲伊固定伫咧顶管就对对啊。哦，嘿，好，你小等下去看嘛。用手的哦。老师，啊我若一般我若是无锁，我直接用绑的，敢会用？嘛无问题啊，吼，绑起来嘛是会使，只是讲有锁，伊算讲有一个定点的位，会较暗就对啊。较暗啊，较立体。好，我先甲你的形手帮我抓出来，安尼。一定要三角形就对，安尼较好绑。算讲伊的位会较平均，哦，较平均。手啊绑起来较平均。亲像我即马吼绑这样呢，个这 size 个淡薄仔细，啊，若是伊未来若是愈发愈大，要安怎？等伊大汉的时阵啊，咱会当甲这螺丝甲转开，啊，甲放大，顶手就对啊。甲顶手就会使。啊，我食咧。好，你遮我教你安怎对土内面摕出来。哦是。你拄仔开始的时阵会当小可安尼念念的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迄根在土的内面的挽伤掉，所以较无好摕开。哦，我会先安尼甲伊念好念三念的，念好三，啊再甲摕出来。啊，咱用安尼，好，甲摕开了。嘿。咱会记一个手势吼，互咱的食物放在咱的手顶头，安尼较好操作。哦。啊，我先摆一面，互你看，另外一面你再我家己来。嘿。哦，所以土在内底。嘿，土会在放在内底哦。我有做东西。我嘛是，你是袂想讲无迄土？土爱背着。哦，安尼规球拢是这就对啊。土会使倒顶哦。啊，小等下我放在你的手啊，另外一面再互你。安尼我嘛是爱安尼嘛。嘿，交互你啊。好，来，你先甲扛起来，扛起来，变过来，安尼就好啊，是不是？就好用的。对。真简单。啊，再来你甲这水池甲放在这顶管，安尼甲伊铺起哩。啊，你铺的时阵是毋是嘛是爱念一个？对，你真有智慧呢。很啦。教一个啊，就会晓。你真有巧。爱做生理的人是我。对啦，你的心理应该较好。哦，无拢到顶去袂看嘛，看下的作品会了较好。好，啊，差不多的时阵，咱用这青枝甲对下骹包起来。哦，对，包起来。哇，青色的有够水。对啊。亲像我这嘛有法度用这青枝。会使啊。有适合吗？有。共款在外口甲看一下。老师，我拄安尼外口这就已经真水啊，那就搁爱包这下安尼。好，因为这青枝咱甲看，这内面较密，啊，若甲包起来的时阵，这水苔咧打的时阵，较袂一直落落来，比较不会脱落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有想要包这吗？我要包。无包嘛是。我要包过。就直接甲砍起来。哦，小砍。砍咧原位，安尼就会使。哎，足水的。是咪加足水的，足价值嘞。对。3600。真的，本来哦，还袂用的时阵差不多。300。300。这也才3700。哇，你看你的手真厉害。哎呀，手真卡啦，看卖者，哎呦喂啊，这是老师教了。真的。真辣。啊，这是什么款的刷啊？这是钓鱼的。哎，钓鱼一般。鱼线就会使，因为这款有弹性啊。啊，这 size 是上幼的吗？还是？无一定，大细拢会使。哦。老师，因为这落较贵吼，伊敢若弄迄雅典。哦，中啊发出来细片的迄叶啊。对啊，迄叶啊的迄个位置是嘛最重要。好，其实足简单哦，你甲看咱的这细长的时阵，伊发就会自较悬的方向，这就是爱往顶头，嘿，较悬的方向。嘿。啊，这个雅典在遮对无？这是嘛？啊，咱会当看发出来这片叶啊的方向较准。爱位顶管。嘿，位顶管，啊，这样子的面向就是朝上。哦，哎，发出来方向才会正确。无你若是放唔到边边安尼，哦，所以讲你一开始咧
放这位的时阵，你都要小看一下，爱注意看伊一下的方向。嘿，看讲啊，你若这个作品，你要安怎甲伊放的对啊？像咱这个伊的方向就是向顶头，嘿啊，甲放安尼拄拄啊好。哦啊，伊若个发出来的叶啊，再照伊的生长的方向。对，就水诶。嘿，老师，我即个安尼看看，我真正感觉伊足大球诶，足大球的安尼算是正常啊。正常，但是有一个方式啊，伊会当瘦身哦，会当互伊变较细，就是咱咧小等白素的时阵啊，你会当甲染较内面的，哦嘿，染较内面的。吼，你有发现其实伊个有空间会当变较细是了。是是，都对。啊，这线头是你用手先甲缀掉的，好，我对，线头伫遮。 OK，好，留一个线头，留一个线头，嘿，啊，这条线就会使开始洗。好，啊，这洗敢有啥物美感？诶，就是逐件洗出来的位，拢爱伫无共的所在，嘿。伊有小可像咱地球的经纬度，啊，伊的线拢是平均的嘛，是吼啊，平均的，伊就会形成一个敢若网络，甲包起来安尼。啊，你手啊哪困的时阵，这是不得让拿洗安尼，互伊咧无共的所在，哦是都安尼就会使。都唔免亲像我头一步，手一直安尼，对，一直摕掉掉，开始伊开始动啊。我即摆那会变无圆圆啊，啊，所以无要紧，咱对无圆圆的所在，佮洗起来，会用一直调整就对啊。哪洗哪调整，哪洗哪调整。因为我感觉在生活当中，你若进一寡食物，你会感觉哦，安大家己内心的感觉。因为平常时啊，咱的工课嘛是压力足大的，是啦，大家拢真无闲。啊面对遮侪观众朋友对无？啊，所以有时阵进这食物吼，互你看来心情真介好就对啊。对啊。而且遮拢讲是迄青色的，吼，顾目睭，干嘛就？咱因为即马伫都市，啊，搁住喺厝，啊，厝的有时阵拢是冷冰冰啊，吼，拢是空虚冷的迄种感觉，就是无一个生命的感觉。啊，若想这食物伫厝的内底哦，放一两项啊，迄规个厝的感觉拢无共。真的，我想到的是，这真正足好耍的。我也安尼放伫咧厝，伊迄逐工吼，迄咧洗出来迄形应该拢会无啥共款。对啊，你看迄春夏秋冬，你的食物拢生无共款，拢会变化，拢会变化。老师，啊，亲像我即摆安尼白白的吼，我发现讲有头一遍的时阵，迄线头，嘿。啊，这个时阵咱甲尾啊结束这条线啊，甲线头绑做伙，甲拍一个结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哦，拍一个结了，敢爱安怎甲这线爱藏起来，还是安怎？唔免，因为伫加掉的时阵，其实伊就已经伫来。我就夹底底啊，夹底底就会使啊。哦，啊，咱先甲这条线加长。啊，留只长，嘿，啊，较好绑啊。对，安尼较好绑。就啊，绑完再加掉。拍一个死结，拍一个死结。啊，这我赶快道理。嘿，你遮嘛共款有一个线头，对，迄线头的所在，啊，两个绑做伙，安尼，好。留较长较好绑。嘿，较长较好绑。啊，绑完，咱再对迄线头夹的所在，甲剩的线甲加好长，安尼就。就要小管一下。啊，这若是放伫咧厝的，都安尼直接放吗？是爱安怎？你会当用一个盘啊，还是带这款水泥的花器，会当甲直接放起来。有这种需要对，啊，这当淡薄仔较大口。你会使找其实这挑工要甲放喺顶头，较立体啊。安尼才看会着，我就是安尼一球伫遮，我若是规安尼甲包起来，这就无意义啊，对啊，我包甲遮水。啊，而且这下骹会当输一寡水分，因为水伤济的时阵，伊会当输入去。伊就会迄水就流伫咧下骹就对啊。对你讲着蓄水，啊，我是要安怎互伊食水哈？咱若球变做较轻的时阵啊，就表示伊内面的水分已经无够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时阵咱会当准备一个碗还是盘啊。是。啊，泡水差不多咧球的一半的所在，安尼。哦，输水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啊，你讲囡仔同款呢？敢若海绵啊。对啊。啊，互伊输差不多5分钟至10分钟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啊，你看咱的作品啊，除了看伊本身的清清水水以外，咱阁会当放一个像安尼扩香石伫顶头，啊，就会当伫咱想要爱的旁边，哇，是双重的享受。真的。真的。所以你
放喺即个作品的空间，会当闻到香味，佮会当目睭欣赏到这食物的这水水的形啊。在那看水够香买个片水片香，香片香啊。因为我感觉食物对我的意义就是吼，比如讲因为我窗仔门，我放喺我的房间的窗仔门，有时阵拢有风吹来，有时阵个日头会照你来，迄树啊，我拢会甲你压手讲，安尼啦，对杯。讲话甲我讲话很有生命力。对啊，你若压力伤大，你若是唔敢吼，甲恁某常常，你就使甲师傅讲。甲伊讲话。哦，会使对啊。哦即马拢有科学的研究，就是讲，食物其实伊会当甲人沟通，伊会当甲咱有即个频率的对流。有，这我有看过。新闻拢有报。有人讲甲师傅讲话，甚至是连一杯水，你都会用甲伊讲话，你啉起来迄感觉拢会无共款，拢会特别甜。莫怪我看你定在路边，家己人在甲你讲。啊，我甲你讲是这个原因啊。而且阮兜嘛有囡仔，恁兜嘛有。对啊。伊自细汉就会使接触这食物。对啊。这样的真正足好的呢。替咱这无聊的生活来增加一寡趣味啦。去转过圈。像你安尼，安尼你知哦，会当用手啊拔起来，还是用一个钩啊，甲固定在这个所在，哦，安尼吊在壁就真水哦，够好看的呢。是毋是真高级？感觉我人生佫较有意义啊，因为我爱甲照顾。就是伫咧这附近啊啦。是吗？伟伟，你足奇怪，你大概拢要带我去迄种足偏僻的所在呢？我甲你讲，迄厉害的人吼，就是拢住伫咧这种所在的啦。是吗？是无想要去互人发现伊的厉害吗？有可能哦，你对我讲你就知啊。是这吗？系啊。这看起来敢是一间工厂呢。啊，对啦，就是这无唔对啦。就是迄啊 ，LED 啊。毋是 LED 啦，咱迄是霓虹。LED 甲霓虹到底差喺度，我就唔知影呢。我甲你讲，等下迄头家我甲你讲，你就知影啊。是哦，我头家喺度。这来去遐看嘛。头家。头家你好。你好。哦，等下无闲。头家，我想要借问一下，你迄 LED 甲这种霓虹是差喺倒位哈？哦，因为霓虹哦较柔和啦。哦，柔和。LED 会插目。哦，所以迄个若近的距离吼，霓虹灯看起来较顺，伊会使较近安尼看，目睭较袂不舒服安尼。你 LED 你就无法度安尼看。我看这，我就有迄个年代感觉，敢若是较早的迄种香港的电影，拢定看。哦，对。哦。咱古早咱迄个西门町的迄个戏嘛，拢做霓虹灯。这拢是你家己作品，家己后的哦。对，拢是安尼，这种客制化的啦。哦，啊你安尼人气灯，做偌久啊55年啊。哇，比阮两个搁较大呢。做遮济年哦。我15岁就来学师啊，来西门町学师啊。这正功夫呢。但是这种霓虹的这种技术是为倒来？有一旁是对日本人教的，哦。一旁是对上海人。阮是伫西门町的拢是上海派的啦。上海人伫后顶吼，伊无排迄条柱领，迄条柱领就是日本人伫后顶排迄条柱领。尾啊，阮拢会排，就是因为排迄条加较溜俩，就是讲加较顺啦。是。唔免大家安尼，唔免搁大家拗好，搁大家比啊，大家。伊即马安尼讲，阮两个是听无？对啊，唔知。你学者才知影。你会使教阮安怎熬迄个吗？等下来试一下功夫的，好啊，我甲你教。你即马当咧处理就对啊。对啦，这因为这爱先画一个图安尼啊，
甲落去拗啊呐。哎，所以讲一般就是爱先画一个图，啊再落去用这哎，安尼用这霓虹灯，霓虹灯，啊落去安尼拗就对啊。照这形落去拗这。就霓虹本人哦。这看起来这会破去吗？这会破，这都玻璃。这就玻啊，璃这安尼平平是要安怎拗啦？啊，都用火落去拗啦。头哥，你做的这是啊，我知影这是迄因兜卖迄竹笋，这扛棒对吧？对啦对啦，这火开落去吼，这，哎呦啊真正有火呢！哦，哦，这敢若就想要航白。但是这拗进前拢有比啊，我已经有比偌长啦吼。是。哎，就较简单啊，我示互你看。哎呦，嗯。哦，嫩去啊变嫩啊嘿呢！嘿嘿，啊，你手细哩呢，咱内拢唔免挂手套哈。哦，唔免。啊，都安尼哦。嗯，好啊。啊，变嫩啊呢。哎啊，这地是啥？迄个石棉啦。哎。哦，头哥，你这真正是50几年的技术。啊，你迄个安尼放伫咧遮安尼是咧？啊，我知影你讲这是日本的技术对无？对对对。你拄仔讲的迄个爱排一个物件伫咧食物顶。迄盆啊，头拄啊我拗过时是毋是磨伊？啊磨伊爱甲盆起来啊。哦，等于迄个啊美感莫会水，啊无你磨又无水哦啊。，伊若拗过，迄原本会变去啊。闭气的时阵，你安尼砰砰砰，搁甲伊捧起来。嘿啦嘿啦，你这差不多几度哈这哦， ？150、200度。你拢1200度的啦。 1200死人！啊，你有家己用过啊去烫过无？哦，啊就烧定定嘛着衫你烫，是哎，哦。那拢无用迄手套啦，手就哪有法度拗啦。安尼歹做事哦。歹做事。所以讲伊迄若闭气吼，你搁爱用迄喙齿安尼喷，迄真正拢爱你有迄经验，你才知影。爱配合，配对啊合。就好诶。你看灯油哦，哇！啊，头哥，你安尼长去边咯？灯油搁食吗？这安尼会用食无？哦，你看你拢已经遮有经验啊，55年呢。所以我讲话你烧啊冷，放个灯油。啊，所以你做这项代志的时阵是爱足专心的做专吼。心的，不要紧啊！我即马等下哦，我嘿换一个所在来接，啊接过来较水。头家好啊呢，好啊，我莫甲伊讲话。不要紧，讲话不要紧因。为用了我拢足紧张的。头家，你讲这灯光嘛是有咧外销的哦，嘿，无我较早就拢做外销的。他这种做外销的，有真的呢，厉害。就是这个笋有够厉害的啦。哦，安尼就完成啊。美感足重要的啦，就是讲该弯的是弯。啊，你看我头拄啊灯油有无？灯油，灯油灯伫，我甲接伫顶头。啊，即马用倒转来的时看，伊就伫后壁，哎对啊，是看无啊，安尼都看袂出来啊。看袂出来。看无这嘛足厉害。有，头家你真正厉害。安尼你连咪教我做啊，负责这个弯弯的这就好。这安尼上简单的这个就对啊。你教我安那凹这弯弯安尼就好啊。应该安尼就好啊。我今日有出师啊。哇，头家会使迄珍珠奶茶摕来数者。我就知影你要讲这真正真无聊咧。啊，阮两个嘛，即马嘛排这来，你敢若真正亲像师的共款。甲是外人啊，嘿哦，甲是外人，啊互你试者。我是咧想讲，因为阮两个人即马吼，拄好有甲师讲讨论一下是要用一个迄爱心，爱心较简单啦嘿。啊，毋过这灯光吼，我想要迄种粉红色啊，还是红色啊，安尼。啊，这种白色，这种袂使。粉哦，荧光粉拢种白色的，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看起来拢白色的。看来拢白色的，但是伊倒开来就无共色。啊，要正要开始是爱试，啊夹这试看卖，哦，有无？哦，你看这个所在，哦，红色的。哎，红色的，看会出来是红色哦，啊，的。这支就对啊。所以讲这迄粉，荧光灯啦，荧光灯即马荧光灯啊收咧，对对。啊，恁较早敢都有这种机器啊？较早无啦，较早吼，阮较辛苦，啊用高压电吼，啊落互伊烧拍电，较来迄个火星落清。啊有当时啊，你若去拄着热个，因为火星嘛热个啊，有当时会袂准嘛是
有可能，嘿啊。头家啊，这支什么色我来看袂出来。啊，这就无雪莉，啊，所以伊原本就是这种透明嘿，的，这透明的。啊，才喷混落去。混嘿的较混安尼我先来拗。哎，你先来啊！我即摆就来教讲哦，你像讲一个爱心，要对对拗，较会好拗，对啊，较会水，吼。底部。无啦，咱这个就爱做顶头，因为伊有角度吼，因为角度的所在爱做顶头，顶较头。会水。灯头啊，插电位才插。哎，对才插。无等赞哦赞哦，第八。人生头一支要完成啊！哎。哇，好来，差不多。用安尼，用安尼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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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哟，头先去烧掉。哎呦，哎呦。啊好，来啊，这较强的，这安尼落唔敢会平哦。好啊，哎，你即摆二箱转来啦，爱较开的，我搁会使拗哦，无啊都还袂定咧。还袂定呢。嗯，哦好来，好，安尼。水哦。哦，水，好，哦，厉害厉害。一个角度我就要过规半步。你看就厉害嘞。地杯安尼用啊，足好诶哦，啊无我嘛来试看卖啦。好啦我用这个设计的就好好。好好，设计的哦，设计的较好夹啦，来，真正足烧要较注意的。哎，安尼就先看啦，啊，你唔好去烫到这哦，哦。好啦。要么就变烘吧。无啦，烘袂使安尼烘啦，爱转啦。哦。你会烘烟尘哟。爱安尼我两。会惊啦。啊。哎，嫩啊。好好好来。好好，说你。哎呦，哎有哦。哎呦。过过，哎。哎厉害哦，有诶。好来，安尼就对啊。哦。哎呦，搞噶。搞噶。哎，你真正搞呢。我惊笑啊。老庆瓜咧。这个角度吼，嘛较好拗啦，我拄好有味着我爸的味。哦。啊，而且其实哦，拄仔咧用这玻璃时，其实你感觉会出来吼，你开始嫩的时阵，牛气啊！哎，安尼开始有淡薄 QQ 的那种感觉。后壁加了，互我完成啊！好啦好啦，我无得惊呀！啊，你无得惊来，哦。等你一句话。过来给我摕来。来。好好，你倒了，好。哎，足专心的，做专心这的。无简单呢。那有淡薄仔软哦。哎呦，敢若有哦。好，来。好来。好。有啊。赞呢。好，来，啊，是咪给地者？来对这个。对姐。好。哇，有心啊！有心啊！有心啊！这话我过来甲你完成个，这个双安豆无师傅哦，你唔捌做过吼，这足困难的。我真系无法都度。拗好啊，你即摆搁互你用着就歹，对就无菜。就要顶来。哦，贵州海料哎呀，规组还了了。因为头段呢，这真正足忝的。你看一个新着偌济美角啊！对啊。哦，这技术拢在内底啊。我这支，安尼什么意思？哎，安尼就登去啊？用安尼哦。要用加刀哦。你去冷的，这烧的有的就等。哦。哦，安就好啊。哇，成功啊哇，赞。哇，无简单，一个爱心我附加规哦。拢肝拢酸出来。我咧心中咧砰砰跳呢。我的心拢要走出来啊。啊，即摆好啊吼，我顶头接的真空就倒啊。是啊。啊。这机械就是真空机台啊，所有的灯就是一定爱真空才会倒。
但是你若无真空吼，伊会倒，啊，但是黏伊歹。哦，放啊，你愈袂久啦，真空，愈清气，好，愈清气，这寿命愈长。是安怎？就是像讲我迄时间迄安尼用点二十几年， 20几年，哎，哦，啊，搁伫真遐，铁呀，哎，你用的时你爱注意就有影啦。哎，你迄是敢若迄云母迄石头的无？对对对，较早咱上课拢有上着啊，啊，你安尼你内行啊。我有认真上来哎哦，云母啊。因为吼，就是迄隔热隔电啦，哎，哦，你若无甲记的吼，你即摆电开落，伊即摆这个就烧厝啊，哎。哎，愈来愈光诶。我即摆安尼就是你甲燃烧，咱这个电火吼，制造过程一定爱燃烧。哎，哦，啊，年用灯的燃烧伊是内加热的，就是用电雷来加热。啊，二公灯伊是外加热的，用迄个烧度甲砍者，是，甲翕膜烧的啦。啊，先要甲烧，因为伊内底有杂质，嗯，啊杂质就要甲烧烧掉，烧掉，啊甲真空。愈清气，迄色嘛会愈水着无？愈清气，伊是寿命愈长。寿命愈嘿长寿命愈长。这安尼还未完成，因为安怎呢？我水源还放伫遮咧，咱甲倒入来，伊才会平均啦。两边拢爱有水源。哦。哦。好漂亮哦，伊袂烧呢吼，袂烧，这2英级袂烧啦。哎，哦，够水的呢。啊，你想要放伫倒位？我应该放在房间吧，充满了爱，这房间放了就有气了。真的。